完了，楚楚是没有机会了。苏芒从看见郑楚的第一眼就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了。你姐她那么聪明，能被你们给糊弄了吗？行了行了，你们俩也别沮丧了。果果，明天你不是还要参加比赛吗？我提前祝你成功，我就不去现场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回丽江了。回丽江？啊，你是不是跟我哥一起走啊？哎呦，你说说你们两个还没结婚呢，就开始度蜜月了。我一个人回去。一个人？可是我哥没跟你表白吗？表白？果果，你可能搞错了，你哥没跟我表白，而且他也不可能跟我表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可是他明明跟我说他要跟你表白。他应该马上就跟珊珊结婚了。什么？你真的决定要娶我了？你能不能不对我这么冷淡？我说过，你要是不想负责任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况且那晚不是我的错。我看你喝醉了，想照顾你，我也没想到后来你突然……你不用骗我了。什么？那天晚上，郑楚以为接我的人是小秋。珊珊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是，可我是因为想跟你道歉。我觉得我不应该逼走我姐姐，可你怎么也不接我电话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骗郑楚，他才能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好吗？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不应该喝醉，是我自己搞砸一切。汤米，我就这么让你讨厌了？自从你认识严小秋，你以前对我的那些关心关爱都不在了。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你没有错，可我心里很难受，我的心很痛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，行吗？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来。你还记得这儿？怎么可能不记得？你把我最好的回忆转移到这儿，让它可以完整的保存下来。我当然会记得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因为这是我开始喜欢你的地方。凡事都有始有终，感情也一样。从哪儿开始，就在哪儿结束。这是
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这个礼物是我亲手做的。上次在店里我没给你买，是因为我想亲手圆你一个少女梦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么少女的戏？怎么了？我不能穿吗？行，喜欢就买啊，买。我们和好吧，不要再冷战下去了。哪怕是跟你回到起点重新开始，我都愿意。好吗？别再挣扎了。以前我活得很潇洒，从来都不在意别人的眼光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人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命运。你以为已经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，其实早就顺着指缝溜走了。我们两个不一样，我们是有感情的。郑楚，我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。我害怕，我怕有一天你像程家明一样厌恶我肚子里这个孩子。你就当我是胆小鬼吧。礼物我收下，谢谢。说什么？你要娶这个女人？哎呀，你不要激动嘛，有话慢慢说。你别说了，我就是不同意。哎呀，爸，我来不是征求您的同意，是通知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叔叔，
我知道您很讨厌我，我以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会改的。我家庭背景不好，但我知道叔叔您应该不是看重家庭背景的人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也不同意。哥，你为什么娶这个女人？这算不算理由？你看，你看，珊珊已经怀了唐明的骨肉，现在呀就差一场婚礼，你就别跟他们过不去了。那还只是如果。你最顾及唐家的颜面了，他们已经发生关系了，你儿子就得负起责任。好，你说你可能怀了我哥的孩子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走。够了，果果，不管珊珊有没有怀孕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爸妈，婚礼日期已经定好了。果果，你告诉舅舅，这辈子我真的对不起他。哥，这责任你不能负，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啊！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啊！我突然发现，你有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。告诉你，不是有可能，是肯定。别夸你两句就骄傲，要不然我先拿你肚子里那个练练手，给他当个现成的爸爸。准爸爸孕期指导圣经。你不会真的想当爸爸吧？哎呀，不是我想，是他需要。你跟我多久了？你吃完饭到现在，我就一直跟着你啊。不当侦探你真是可惜了。不是说晚上有事儿吗？临时取消啊，不行吗？行，那是你的自由，不过别跟着我。哎，等等，你现在状况不太好，出去不安全的。反正我是跟定你了，不如去看场电影，戏院就在楼上，赶得及，走。你真是不死心啊！你明天就要走了，我没什么送你的，就送张电影票啊，当是践行嘛，好不好？苏让你大半夜跑我这儿来干嘛？怪吓人的。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敲门。大半夜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看电影啊？跟谁呀？一个人呢？
飞翼，不是你心也太大了点吧？我在这担心你跟楚哥担心半天，你去跟什么费叶看电影，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？哎，你还欠打？我看你自己做的什么你不知道啊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好好一个生日，你们都当成戏台子了。要不是我机智化解，就得逞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机智化解？我们得逞不好啊？你就不想嫁给楚哥？我蛋糕呢？我就知道你记吃不记的。来来来，楚哥不是追你去了吗？你们俩谈崩了？啊？但是我警告你啊，你少吃点这个，孕妇不能吃太多甜食，对胎儿不好。别管我，就这一次。哎呀，我的姐呀，我真是为你幸福操碎了心的。你说你什么时候开窍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。明？那果果那边你不去了？他又不需要我。谁说他不需要？你是我姐，就是他姐。他明天父母去不了，台下唯一的亲友团就是我们俩。你几点航班呢？你说话呀！6点半。他1点比赛，时间来得及，你必须去。我不想去。我不管啊，你要是不去，等你走了，我把你这鱼吃了。谢你个头。姐，你看，你要不去，果果肯定不高兴。你不想我们俩婚前就闹那么多矛盾吗？啊？咱俩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长大，你去英国去的早，我一个人在国内空虚、寂寞、冷的，我容易吗？你说我混个女朋友，我容易吗？哎，你演的也太浮夸了。行啊你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姐，还是你好。少吃点啊。终极计划成功。哇，这宾客名单上都是你们唐家的亲朋好友啊，好多都是上海富商哎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选了2套婚纱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试一下，不然还是不知道效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啊？唐明。哦。婚纱。你选就好了，你不用问我的意见。好了，你慢慢看吧，我先去上班。我是说让你陪我去试一下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果果参加比赛的事。这是魅力新生的票，你有空就去看看，不要在意这些宾客，他们是看热闹的，只是一场婚礼而已。我先走了。一场婚礼而已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你们唐家的儿媳妇叫陈珊珊。
个大傻瓜！我都这样对你了，还想着给我做饭，还有完没完？想念你，好像开始在认识你之前，第一次见面，反正想你，什么时候就进去，在不知之前去遇见你。是的，看到没有，他一口都没吃，是铁定要跟我分开了。你想吃啊？好啊，你想吃，我们两个一块儿。我觉得你拉稀哎，你是不是病了啊？你这分辨颜色不对啊！我带你去医院啊！还上来？我就是想克服恐惧嘛，就像接到正处一样。你临走之前不跟他道个别啊？还是算了吧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跟他见面，他可以尽快把我忘了，可以重新开始。哟，这么伤感可不像你啊！还说我呢？你不也一样吗？在我面前装的跟没事人一样。自己最爱的人要跟自己的亲妹妹结婚了，你真的能坐得住啊？我能怎么样呀？我去婚礼上抢人，还是我也弄一回自杀？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再说了，他们都已经发生了那样的关系了。那又怎么了？毕竟他还没结婚呢。说到底就是唐明不够勇敢，要不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不应该放弃。我不想亏欠我妹妹什么，更不想伤害她。你就是心太软了，才让你那个妹妹有机可乘。哎，算了，咱们姐妹俩呀，真是同命相连。哎，要不然你跟我去英国，出去玩一玩，没准儿会有新的开始呢。你别开我玩笑了。谁？唐明，你接呀，看他说什么。多说一句话就多一份的舍不得，算了吧。苏芒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不相信爱情，因为我父母的婚姻是失败的。但是自从遇见了唐明以后，他改变了我的看法。不过我现在才知道，婚姻跟爱情是不同的。珊珊对于唐明来讲是更好的选择，而我留下来只会让我们彼此更痛苦。算了，或许江河湖海才是我的归宿。怎么说的跟你看破红尘了似的？你也别瞎想啊！我现在呢，就是想安安稳稳地陪在我爸身边，过着安定的生活。等一切都安定好了，
我再出去走走。你回丽江，我回英国，下次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《慈悲客栈》，书上说呢，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慈悲。我突然间觉得，做一个先走的人真的挺轻松的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回丽江开一个客栈，到时候你想我了、累了、烦了，都可以来找我。你还有地方躲，没准儿我真的会去找你。哎，小秋今天要回丽江了，去送送她吧。哎，你该迟到了啊！不是你，我跟你说，同学刚打完针，他需要静养，我得送他回去睡觉。哎呦，没事吧？哎，看着那个人没有？你再不走啊，分分钟痛不心不噎死。不是我，那我也不能这样啊。唐果果小姐都是2级吗？哎，各位，我们慢慢点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一个来。唐果果小姐，您这次参加魅力新生是打算东山再起吗？我从来都没有降落过，怎么能算得上东山再起呢？果果，听说你的嗓子已经坏了，你还能鼓起勇气参加比赛？你有几分把握让导师为你亮灯呢？真正的歌手不是用嗓子唱歌，而是用心。哎，用心呐，用心呐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的时间呢很紧张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。果果小姐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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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你对这个参露一下想法。哎，唐果小姐，你的唐果小姐，可以多说2句吧？你参加的信心有多强啊，唐果小姐？小秋，小秋。小秋，你在哪儿？等等我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唐明，再见了。小秋。飞往丽江的航班开始登机，请前往丽江的乘客做好准备。哎呦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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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儿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没关系。对不起啊。登机了啊。啊，行。没事儿。小秋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算了，丢了正好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
信大家对你的声音都已经非常熟悉了，但是按照节目的惯例，还是要请你再自我介绍一下。各位导师好，我叫唐果果，是一名歌手。我听说你嗓子坏了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好多了，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吧，但是我不会放弃唱歌的。哎，小宋老师，你好像跟唐果果是有合作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记得好像是第一张专辑的时候。对，第一张专辑，糖对，果。而且当中呢，我有3首歌是作词作曲。也就1年不到的时间，今天你的曲风成熟了很多，而且整个人也非常的稳重。我感觉今天是重新认识你了。谢谢老师。唐果果，我倒是有个疑问，就是你是个职业歌手，你怎么会想到来这边跟新人 PK 呢？其实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然后让我离这个舞台越来越远了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东山再起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出来。果果你太棒了！我就知道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哭了，我好心酸啊！我一手栽培的小白菜被猪给拱了。你说谁是猪呢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果果，我太爱你了，太棒了！不行，我们得控制着情绪啊！一会儿记者采访，来，我们补个妆。哎呀，我真的好激动啊！真的是激动。组长，胡哥，你姐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？哎呀，她6点多飞机，今天没来，不会走了吧？去哪儿？去英国，你不知道？英国。姐姐，你的这个抱枕好可爱，能不能给我看看？
你也喜欢这个抱枕啊？是呀，我也有一个，我男朋友送的。这个是乐我的 Love Letter 系列。姐姐，你知道这个二维码吗？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一封情书。不知道。那姐姐你快扫一扫，说不定真的能看到一封情书呢。估计什么都没有。不会的，姐姐拜拜。第一，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。但苏芒，从你走错房间那天起，就注定了我们之间的缘分。对了，叫我名字好了，我叫苏芒。苏小姐。第二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。我是嫁入豪门，也离过婚。苏芒，嫁给我，从今往后，你和孩子就是我的全部。我做你的出气筒，成为你一生的保姆和大厨。我不许诺永远，只承诺今生。天光乍破玉，暮雪白头老。苏芒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兄弟有缘分，我们心爱的女人同时走了，这剧情是不是挺狗血的？难兄难弟啊！想要留下一个人就那么难吗？真不知道这些女人是拿什么做的。不爱你的时候恨不得玩死你，爱上你以后，他不玩你了，他想摧毁整。
这首歌送给那些我们为之燃烧青春的女人们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是你男朋友，为什么你现在与我？哎，振作，我叫你来是谈苏芒的事情，你倒好啊，喝成这样子，当我存在行不行？想一想你的时候多温柔，看一看能玩的我手上。你就让苏芒就这样走吗？你不追的话，我去追。老费，做人不要太装，知道吗？装没劲。哎，没事吧？哎，让我为你解忧，解开你内心缠着深深的愁，怎么说也快快走。可是你看你现在疯了，你老公见没见过你这样啊？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把他叫来，看看你现在疯成这样。对呀，叫过来吧。叫他干嘛？跟你们又不熟。哎呀，玩着玩着不就熟了吗？图我高兴呗。哎，我可跟你说，这女人结了婚就得看好自己的男人，时不时的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正在干嘛，是不是和别的女人。尤其是今天晚上，你俩明天才结婚呢，今晚可是你俩单身之趴啊！打个电话给他，打一个呗。我相信他。哦，哦，什么？啊，打给你看啊。喂。太八卦了吧你们！手机响了。珊珊，喂。康明，你在哪儿啊？还没结婚你就插我岗啊？你跟谁在一起啊？是不是喝多了？小秋已经回丽江了，我要娶你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怕你喝多了，我去找你吧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你就要不好好玩啊？你去玩吧，我没事，挂了。喂，唐大医生，我们都在等你呢，你过来嘛。来呀！怎么样？他坏了。坏了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也过不过来啊？对啊，我也是。我有你们陪，他有他的哥们要陪嘛。珊珊。是吗？哎，对了，我们大家都挺好奇一件事的啊。那天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你和他正在进行中，最后到底搞定没啊？成了没啊？搞不搞定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他现在要娶我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你不是说你有可能会怀孕吗？你俩到底发没发生关系啊？我倒是想发生呢，谁知道他那天喝得烂醉，一回到家就睡死过去了，还吐了我一身。就是说你俩什么都没发生了。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，可瞒不了一世啊。那
可不一定。结婚以后有的是机会洞房，到时候有了孩子，谁还在乎结婚以前的事儿吧？对吧，珊珊？那可不一样，这孩子也不是说想有就能有的，得靠天时地利人和。你们结过婚吗？别在这儿吓唬珊珊了啊！这唐家在上海也算是个豪门，就算以后结了婚，发现珊珊骗他，那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喝酒，来，喝，干杯！你喝的可太慢了啊！我都喝了一杯了。走了，跳舞去，走。没事吧？怎么去这么久？去哪儿？哎，站住！你那个朋友好像不太对劲哎！醒醒啊你！苏母王到底看上你哪一点？啊！哎，果果，这次首战告捷，大获成功啊！咱要不要开个什么庆功宴，放松放松啊？啊？哎，你是不知道，Tony 手机都快被打爆了，全都是那些借着糖果果复出啊、糖果比赛出战告捷啊这些噱头要炒作的，那媒体不下10多家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想唱好我的歌，走好我的路。有Tony一个人操心就完了，我可不想要第二个啊！我是你男朋友啊，我不关心你，谁关心你啊？啊！再说了，你过2天要是参加什么明星训练营啊，还有什么明星 PK 赛啊，那想休息都休息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说的对呀，那你还管那些东西干嘛呀？哎，四川，你过几天不是要去外地演出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带上我呗。你说的对。之前呢，我总是生活在镜头下，不懂得生活是什么。现在我想跟你去体验了。想去了？亲我一个。让亲。你干嘛呀？谋杀亲夫啊？那带不带呀？带，行，带你去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家度假村呢特别好，一般人还不接待呢，而且只接待团体，个人呢也不接待。而且我听说里边还增添了很多项目，特别嗨。咱们俩要去，一定把它嗨个遍啊！你听我说了吗？干嘛呢？嗯，我给我哥打电话呢。你给你哥打电话干嘛呀？他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要把他关进小黑屋里。我告诉你啊，陈珊珊这次肯定又是骗人的，她又不是第一次骗我哥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就结婚了。你想怎么办呢？抢婚。漂亮。哎，我同意了嘛。我是你男朋友啊，还用你同意啊？嗯。欢迎，哎，请。哎，你们好，欢迎。哎呀，老唐，老姜太太，多谢，谢。欢迎啊！你儿子没有来？嗨，这小子又不知道野到哪个国家去了。
大了，管不了啦，都一样。好，来，请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来请。有点东西。还以为你跟唐明断绝关系了呢，还不是来了？我就知道，你拧不过儿子。你不要搞混了，我这是为了唐家的面子。儿子结婚，老子可以不在吗？像什么？我怕别人说话嘛。你还嘴硬。哎，果果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肯来，他可不一定啊。你晓得他脾气比哥哥还硬呢。还不都遗传你的？是啊，好多都是遗传你的啊。唐叔叔、阿姨，小郑，来，恭喜恭喜啊！欢迎。唐明呢？他还没来吗？我看这时间差不多了呀。臭小子，他玩的是哪一出啊？这茶都凉了。爸，今天珊珊的婚礼，您真的不去参加啊？你都不去，我去干什么呀？再说，珊珊肯定不会欢迎我。小秋啊，你别老这样闷着折磨自己。爸爸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这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多想开点。爸，您多想了，我没事了。不过呢，要忘记一个人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，您就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哎，你可以约上朋友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忘掉这些烦心事儿。好。爸，那你先喝茶，我去院子里转一转。去吧。唐明怎么还不来呀？是啊，这都几点了还不来？不会是昨天喝大了吧？可是郑楚他们都来了呀。别担心，一会儿就来了啊。别着急，估计在路上了。你刚还叫我唐医生，是不是没有原谅我？唐明，我想过很久了，我还是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。这是一见倾心，这件作品还得了1等奖，要谢谢你。谢我，还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啊？唐明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有事情瞒你，你会不会很生气啊？
不会啊，我发现你以后一定是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你担心的事多啊，而且我的感觉很准。对了，雪山上很冷，我怕你的衣服太薄了。出发前我去给你买一件保暖的衣服带上。好啊，妈妈。好的。小秋，你以后不能这样。我不希望你为了任何人受伤，哪怕是为了我。如果遇到危险的话，你要先保护自己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是不是很可笑？不会，我觉得你很可爱。谢谢你，小秋，让我有机会再一次认识你。你不承认我这个姐姐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严小秋从小到大，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就不怕我到家里去闹啊？那也是你家，随时欢迎你回家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女朋友了。你说过要保护我的，对吗？雪山，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但是唐明不行。我爱他。我要让你离开唐明，离开上海，永远都不要再出现。我答应你。